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是王小琪。12年初三环保团体行上开头，那个有项诉求呢，是为保护左脚。突然，个左脚做得讲是国宝级嘅自然天基咯。中油公司为到台滩提起类起几条嘅第三届天然气嘅接收站，含卡渡河街大部呢，也是呢个左脚主要生种嘅气味。那个开发案经过年lang嘅审查，做得讲係以其损财动多嘅争议，甚至到今年青年呢，那个宽平台会嘅专案审查小组嘅结论係唔通過嘅哦。不過呢，到上週日，也就係12月初八，那個寬平台會係正式通過咧。日本醫療類都政府而講為好好保護左腳生態嘅環保團體讓人民動心目。不過呢，那個案呢，又係中油公司規範過後提出嚟嘅替代方案，講做得一定長途嚟維持保護左腳。他看面對呢下台灣境內極嚴重嘅空氣污染問題，就按用天然氣來發電嘅方式係填充為基礎嘅。呢下呢個案呢通過了哦，撒下來係唔係為做？看看呢，呢個案呢咁經濟搶做得二選一下，一個為做，另外一個就會放棄。中油公司嘅代表基本都罕見我來參加全面台會嘅論壇節目，對每個案度嘅爭議，基本會利用機會一擺講清楚。现在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哦。介绍是抢救大潭早教行同联盟嘅邵志毅潘仲景潘先生。各位乡亲大家好。第二位介绍是地球公民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蔡宗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台湾大学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赵家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是中油天然气事业部的副执行长李煌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是为对面到你强下的关心那个问题哦。左教呢，从本单大家摸印地到列下全国都关心，现在看两个事件。何须买早教？何须买早教？2016年，中油決定我提觀塘工業區去第三天然氣接收站，觀塘案審查嘅年量引起一度嘅議論。這個圍堤就造成海流沒辦法直接進到藻礁的地方，它沙會攔在那裡。沙攔在那裡的話，就像你家有土石流都被覆蓋了，整個觀感就是政府的態度太惡劣了，還有中油也太惡劣。大潭地區的藻礁，它是一個非常健康、非常完整的生態系。OK， 那它也提供了我們很重要的生態系的服務功能，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地方能夠在經過我們的這科學證據的這個提供以後，能夠把它保存下來。整個專家學者對歐陽嘅庇護我哋古宅嘅看法，依舊冇受到政府嘅重視。行政長賴清德8月底17日講，希望中油20萬啊，喺9月底前來通過觀塘嘅環評。9月12、9月26、10月初3，連登記行300環評大會，有200親民流會開會唔上。觀塘案一直無法度通過，就連行政長賴清德未出嚟獻法。觀塘天然氣第3接收站，如果環評通過，有辦法順利興建的話，行政院也可以同意經濟部重新評估深澳電廠停止興建的可行性。附件過程展現出天初嘅通過嘅決心。10月初8嘅環評大會後，就睇勉強睇到開會人數喺前期下，喺期待關派委員嘅護航下，用7-2嘅票數讓必通過。從保護的角度，這是7000年、1萬年的事情，就是往外移哈。這個專家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都做最大的可能來迴避哈，還是減輕對可能的，即使是那樣的在海深15公尺以下的礁床的一個減輕它的衝擊哈。發揮專業審查，發揮專業審查，挽救環境正義，挽救環境正義。觀塘案通過，未受到環保團體嘅批評，也係環評歷史上千戶啱嘅意義。環保團體控制呢年來，發起嘅30多場嘅澄清抗議，實體環保署13年內破紀錄嘅舉行3場嘅環評大會後，受到強硬嘅否決。唔過對俄羅古宅嘅保護活動，環保團體講係盲地事實。
那个左教欧罗萨干议题都推翻受到关心太快有10多年了哦，从中油公司到2014年拿到经济欠了后呢，就开始2连串下手欠嘅同舟，他看到事件起教到今年来讲呢，从今年嘅7年时间，因为本单宽频台费嘅专文小组审查结果系唔通过，因为都唔适合，所以呢，中油公司就提出了所谓嘅回避替代修正方案，就是回避早交啦哈，就是避免对它有严重的破坏。那赖清德我们的行政院长呢，就要求中油力拼在9月就要这个环评通过。从当年10月初8正式通过嘞哈，他讲要看到9月10日、9月26到10月初3，哇，好像是这个接力赛一样，非常的这个速度很快的，而且非常密集的召开这个环评大会。然后呢，10月5号，赖清德院长就提出说，如果说这个观塘可以做得成，我们深澳电厂就可以考虑不必来重启。10月初8，那个果真这个观塘案就通过环评。那10月12号也讲说这个深澳要停建，以流落案用该发展啦。问题提起感爱有现强门判信上啦，从一参加过安多个环评台会来讲吼，你要白改那个左教改环评台会。体感，你看到哦，它是接连来举行环评大会哈。一般我们知道好像是2个礼拜举行一次，它很密集的开。然后再者，我们看到刚刚影片，几乎是全体的这个环评委员都不出席。我们先不讲是不是拒绝不出席，看他们都不出席的情况之下，是由官员代表来通过这个环评大会。从一堆款很不顺，可能还唔紧松改环评大会掌握又按用改进行。没有错，我认为这次的环评大会哈。整个的过程呢是非常的荒谬，就是说完全不尊重专业。7月3号，我们的环评专案小组委员已经把这个案子退回。是退回的原因是什么？退回的原因是这次的环评大会其实审的不是工业区，是主要是审工业港的环线差。工业区原来说232公顷，降为23公顷，看起来剩下1/10是很小。可是它不是这一次主要要审的对象，主要要审的对象其实是工业港将近900公顷，是这900公顷水下大部分都是生物礁，是跟我们的藻礁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生态系。所以你的意思说，更敏感的一个区块的这个案子其实没有审的是另外一个。那他后来。终于提出了这所谓的回避藻礁、不要破坏藻礁的这个替代修正方案，所以也才通过了。对他的通过，在我们看就是荒谬嘛，就是有一点诈骗式的。你该讨论的该审的是工业港，而不是工业区。你却拿工业区从232修正为23，来告诉人民说，我们已经很有诚意了，你们应该让我们过才对。而且民间的那些环评委员很多都是学有专精的科学家或者是学者，可是他们这次完全没有出席，没有他们的专业意见。对他们看到，如果他们出席的话，等于就是替这个不正当的开发案背书嘛，所以他们宁愿退出来留会。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过程，是在10月3号要开的那个环评大会，是都还没开，10月8号的新的。一次环评大会，他就已经记录在这个上面登录了。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现象。本来一个惯例就是说，大概是2个礼拜开一次环评大会。那因为有赖奎黑手深入我们这个环评大会，所以我们看到环保署呢就加开班车，然后快速的通过。所以这个让我们觉得很可惜了，就是好不容易呢，詹副呢上来之后呢，建立起了非常严谨的这样的环评的制度呢，就在瞬间被黑手呢就这样破坏了。非常可惜。中岳，请教你，这次的环评程序之所以感觉这个怪不正常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再跟观众相信，再更具体的说说？其实刚刚潘老师有提到，一个是7月3号，其实当时的小组的决议是要退回，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结果是通过。那环评的这个审查本来就是因为案子非常多嘛，所以其实。这个进到环保署以后，他们会在环评会里面分小组来做审查。一般的大会就是追认小组，因为小组也都是环评委员嘛，大家好不容易讨论出来结果，我们就是复决他的这个小组的结论，对，已经有共识是退回的。可是
很少会看到，就是小组里面是一个结论，但是到大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完全180度大转变的。那个翻转的关键在哪里？是因为官派的委员多，是这样吗？对，因为其实现况下环保署的环评大会有21席的委员，其中7席是官派的，就是我们的各环保署的署长、副署长加上几个部会的次长，然后构成的7席。那这一次其实是10个人晨会，因为有一些委员申请回避，过去有申请过中油相关的一些研究案，所以其实10个人晨会当中，其实非常少数，大概大部分的环评大会召开都会是民间委员大于官派的委员。可是，在这一次当中，官派委员是全员出席，才有办法凑到开会人数。因为刚刚其实讲有非常多委员们是退席的。那民间委员为什么要退席？如果他们都参加表态意见，就不会有今天通过的。对，其实，在9月12号，其实是民间委员大于官派委员的开会的过程。可是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很显然的是，这个官派委员直接就说了，上面有指导说希望可以过关，所以他们就集体退席，所以才会后面有接连不断要召开这个会议的过程。是，那李副执，我们中油公司的代表想请教大家，对这个外界然后对环评有一些质疑，可能呢从中油公司两篇也会做一个说明来请教我们的中油公司哈，因为两篇就系因为受到大家又动到个争议，所以呢中油公司也提出了讲了解所谓的3阶开发，我们的简称啊哈，就讲为兼顾了解环境跟永续，所以它第一点就是缩小开发面积，哇，这个是大幅度的降低耶，大概是少了将近，就是维持减掉只剩下1/10的这个开发面积，从232公顷这个红色的范围看到 G1、G2 跟 G3这个部分，几乎都涵盖了我们相当重要大潭地区的这一块藻礁生态，还有我们现在发现的柴山多倍孔的珊瑚这些位置。好。那既然我会对生态有爱，那我就缩减变成只有23公顷，只剩下这个少部分。我们看到，在既有的田区已经有一些现行的基础工程的地方来做，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排水渠道啊，这些连外道路必要的工程设施。所以某种程度来讲，这个开发案的改善替代方案已经大幅度的降低，而且提出了相当多对环境友善的诚意。我必须要这样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个案子其实港跟区是很难划分的哈，它其实是一体的。是。那我们整个计划其实是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就把整个的一个环评的相关的文件就送到环保署去审查。那期间其实已经有召开过5次以上的专业小组会议，还有包括专家会议。是。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专家啊，包括公民团体，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哈，不管是不是他们专业或者非他们专业的，我们都逐一来答复说明。那甚至到7月3号，有所谓就是说，专业小组认为说，我们的工业港对这个整个环境这个因素影响很大，所以就退回主管机关。那后来我们就针对这样一个重新来检讨，我们这里工业港的部分，我们委托成大水工所去进行专业的评估，认为它并不会对环境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依据这些评估的结果，我们再向环保署提出一个申复的一个动作。那当然我们基于对整个藻礁生态的一个永续的影响，我们就提出了我们也听到他们的诉求了，所以我们积极善意的回应。我们第一个，我们去降低我们开发的面积，从原来东鼎公司原开发单位提出232公顷，我们在后来我们就减低到所谓提出回避替代方案。当然回避，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它其实就是回避藻礁，然后把面积缩小到整市下30公顷。这边我先打断请教一下哈，我们开始知道一个工程开发案，那都是相当严谨缜密的规划本来是要232，所以现在可以变成23，某种程度来讲弹性也很大那表示它真正做的必要性在哪里呢？对，基本上它的规划目标就是要第一期它是要达到300万吨来提供大潭电厂的一个需求跟北部电力需求，这个目标其实是不变。我们做这样调整，只是说做一个弹性的调整，我们配合不去破坏关浪工业区的藻礁，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面积缩小，我们这个地方除草新建的座数也减少但是我们不是说就是规划目标就到这里，我们为了要达到稳定供气的目标，我们将来第2阶段还是会去提出一个后续的扩建计划。我们表面上看到就是说工业区部分缩得很小了，对。但是藻礁的生态系不是只有这一部分，藻礁的生态系是包括外海，所有下面的生物礁在内，那包括就是我们所谓柴山多倍孔珊瑚，还有今年发现到的那个国际 IUCN 的那个濒危物种那个红肉阿基沙的育幼场。
那这个地方呢，他们我觉得取巧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拿23公顷缩小为1/10，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由原来的4个除槽变成2个除槽，那另外2个除槽要去哪里呢？另外2个除槽它放到工业港，就是北边那里有一块田区，到这里，对，那一块，对，这个地方它现在要放另外2个除槽，可是如果按照环评法规，这个地方放2个除槽必须要做环评，那如果必须做环评，它就是要重启环评，可是他就说这个我们要第2期才做。对不起，我觉得一个方案不能说这个地方搬到那里，然后把那里当作第2期，那就是想要头过身就过，这个是不符合环评精神的。可是他就不愿意这样说清楚。那嘉伟博士，但第3期接收站到底要不要选在观塘这一块的话，我认为说在过去的1年多的环评的过程中，这一块的讨论是比较没那么仔细去做讨论。就为什么一定要在大潭来盖3阶？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14年的时候的可行性评估报告里面，其实中油的可行性评估报告里面有谈了不同的厂址嘛，然后到整个环评过程中，他也一直在提的，不论是一开始在讨论过程中里面提的台北港，然后或者是在后来郑明修老师提到的提到的林口港的使用，这几块的话都需要在一些深度上面的分析。但是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那台北港后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变成只有看到片面的一个新闻稿里面讲说，填台北港的话要18年，对，就跟我前面看到的资料完全说只差个3-4，跟选在三阶选在观塘这边只差3-4年的期程就非常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认为说，这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原定的那个环评报告书出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多重的那个厂址替代方案的选择的话，而不是一直到最后7月的时候，经过1年多的讨论，才逼出一个所谓的生态回避方案的话，那这样的话，整个评估过程中会是更完整的。中爷，这是不是也是你想问中油的问题？就是说，其他的替代方案到底有没有正式好好的考虑？在之前的这个我们知道那唯一打赢的这个公民诉讼啊，美丽湾案当中，其实就是土地的分割合并之后，这个事情最后使得环保署输了嘛，因为他们其实这个解释是有问题，所以整体计划一起做评估，对于环境的这个整体的保护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再来是刚刚提到这些替代方案，确实因为这个案子是过去曾经通过，所以我们在环评里面审查叫做环境差异分析跟环境现况差异分析，是针对大潭此案。对，那这个环线差的过程当中，确实在现有的法规当中，不见得要来讨论替代方案。可这件事情就是变成是中油有没有诚意，要先把替代方案好好的来做评估。这个案子在环评审查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蛮多瑕疵，然后已经有这些公益的律师已经提出了这个诉讼，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如果这个诉讼给这些公益律师，给我们这些律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打赢了，打赢了代表这个环评结果可能无效，代表中油那个时候需要天然气可能盖到一半不能继续用了，那到时候供气计划怎么办？所以今天纵使是这个时间点，虽然在有一个环评通过的结论之下，应该都要把其他替代的可行东西拿出来做评估。副职，您听到他的问题，有想过吗？我们中油？那事实上，我们在当初我们提出北部第3接收站的时候，其实针对台北港也好，观塘港也好，甚至包括台中港，我们都很认真的去委托专业顾问公司去做评估。那在当时的其实就是因为时程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决定就是选择观塘港。那后来到最后，当然环团朋友一直建议就说，你要去台北港再继续去评估。当然我们也很认真慎重的去做评估。那当然因为后续你越到后面时程上其实是越赶的。不过如果你要永续经营的话，时间不会是唯一要评估的条件。对，那我现在要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观塘第3接收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它就是要供应大潭电厂111年、112年的用气需求。那这个时程就变成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因素。那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之下，台北港其实它并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因为我在台北港，我还要去做黄坡体为主田地，那这些前置工程大概少说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再加上后面的建站，其实在时程上根本没有办法符合这个时程大潭电厂的一个用气需求。那当然，刚刚那个也有提到，就是说，现在环团它可能会去提行政诉讼，那导致这个，当然我们很不乐见这样一个结果，但心里会有个底。那我们当然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是非常不希望。那既然这个结果其实对整个国家能源政策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结果，我们就不希望有这个结果产生。好，环评其实是相当专业的一个课
课题啦哈。那目前现阶段的现实是，这个环评大会的这个环差分析这个会已经通过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中间有什么其他的意外话，这个开发案是要开始做的哦。你们接下来滚动的时程就出来了吗？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动工？以我们目前最好的规划就是说，因为这个海上施工啊，要考虑到施工季的问题了哈。那最好的时间点当然就是在明年这个4、5月份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天候。就北部的海象天候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来进行施工。是。这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潘老师。我们来讨论，就他的话来讲哈，如果说照现在的这时程往下走，明年4、5月就开始要来动工。我们想要请教的是，这个大潭观塘的这个开发案，中油3接要在那边盖，对我们的大潭地区这边的藻礁，这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潘老师。如果这个工程做下去，你所预见，你认为会带来哪一些生态跟环境的破坏？如果这个工程做下去，一开始它的观塘工业港部分，它就会挖底下的那些礁体。是。那么这些礁体，你要仔细算的话，我认为都超过数百公頃，非常可怕。所以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13公顷。对，不是只有那23公顷了，因为它要有运输的那个天然气船进来，那个天然气船进来还要一个回转的一个空间，是航道加回转空间，那下面大概就是几百公顷。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它要做一个非常大的围堤，这个围堤呢，超过4000公尺，4000公尺的围堤，4000公尺4公里哈，大概要到4500公尺，这样的超大围堤哈，它会造成突堤效应。这个突堤效应会对南边已经划设为关心藻礁野生动物保护区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的影响。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列为重要资产的地方了，关心藻礁也会连带受到开发案的影响。对，非常严重的影响，现在就已经严重的侵蚀了，将来会严重侵蚀到更厉害。那北边我们还有一段叫白玉藻礁，是这个地方的藻礁开始会被沙子不断的掩埋，这个就是突堤效应。见微知著哈，我们知道，你个台滩填充系全台湾那个天然气供气量系体积个大电厂啦哈。那刚刚我们的副职也讲了哈，就是因为要赶这个大潭电厂，它要供气的需求，所以有这个时程要赶快加紧速度来把它完成。我们也知道说，既然要供给这个全台湾，它大概1/3的供电量是给北部，那全台湾大概有10度电里面有1度电就是来自于大潭电厂的供应，所以这么大的量，那中油公司要赶在这个把它的供气给台电去发电，所以要有很大的这个除气槽除槽。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蔡中岳哦。这个开发案过了，那明年的4、5月就准备开始动工，要来新建。到时候除了说有老师讲的那些长堤啊，有那些回转的空间，有这些接驳的另外道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那些跨洋运输的大船载过来的液化天然气，要找一个很大的槽，把它储存进去，然后再输送配送到大潭电厂，让大潭电厂来发电。所以这个好大量体的这个储槽，就会轰然矗立在这个藻礁这个近海的部分。听说有600万公吨的这个量体，非常大。刚刚其实副职是说先做300万嘛，对不对？对，但是以后以后慢慢做，它现在都不是以现在作为最终的句号，慢慢会做。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知道这种化学的东西啦，我不晓得像那种漏油事件。跟我们的这种漏液化天然气的这种状况，这种公安发生的这个风险几率，还有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到什么程度？这个你们有没有去试想过？坦白说啊，就是中油在过去哦，我们就先不讲以前2氢、3氢、5氢哦，不断有这些爆炸的事件哦。今年在澎湖哦，或者在绿岛，其实都有这个漏油然后隐匿的事件。确实它不是天然气，它是在中油可能其他部门的东西。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最近又发生这个油品哦的品质的问题哦，北部有非常多加油站的这个中油的品质的品管的问题，所以代表的其实是这个管理部门在中油内部其实是有非常多可以加强的空间。而过去譬如说是你因为这个是那个加油站附近的油漏出去哦，对于土壤造成的一些影响，坦白说现在都还在评估跟整复的过程，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安全就是在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储存槽盖好了之后，它一定还是有一些储存槽本身有安全的问题，然后气管输送有安全问题。坦白说，这是一个风险呐，就是它可能会有风险，可是我们应该要把所有的风险降到最低最低。其实我们就记得去年8月那时候大潭电厂造成全台大跳
电。当然那是电厂他们的这个问题。不过我们中油是负责输送这个天然气给大潭发电，好像我们的输气阀当时就有人员操作疏失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担心。好，开发案过的只是第一层，接下来就是持续的运转，还不知道运转几年。所以这些问题不只是周边的大潭藻礁生态区哦，还有连关心藻礁，其实都会连带受到影响。这部分你能回应吗？这一部分呢，其实在我们整个环评审查过程当中哈，我们倒是提出了一个科学方面的一个验证啊，认为这个方案并不会，这种情形并不会成立。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开成港跟区的部分，已经是变成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配置。那开放式的配置就是说，它沿岸流它是可以流通的。那这种配置在海洋工程里面，它相对就大幅降低了所谓土地效应。所以其实是不会发生像那个潘老师讲的，就是哇，整个北部地区全部都是EG，南部东西都全部侵蚀是。所以你们这改善方案至少比原始的工程更友善，而且这个是经过成大水工所，他以专业去做过评估，这个其实都已经有说明过了哈。那只是说大家的解释不同。那至于说工业港里面的确那个地方因为要维持一定的水深，我们要去做浚挖。那其实中油也去做过当地的一个水下的一个调查，我们派这个 ROV 水下摄影设备去调查。其实下面的确是有藻礁，但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水深已经是很深的，能见度很低，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是并没有生态，绝大部分的礁体其实都是被那个沙覆盖的，所以它并没有一个藻礁的生态存在。主要有藻礁生态，其实就在近岸这个地方、潮间带那个地方。有关于天然气的部分事实上天然气的这个行业这个 value chain 在整个全世界来讲，它的记录是非常好的我想在过去，因为大家都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高的危险性，所以其实在整个国际上，都是非常严谨的看待这个事情，包括船运啊、出槽的储存、气化等等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在全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一个事故发生。那个天然气嘅发电系了下政府运算为推动机器嘅那个发展方式啦对中油公司对政府来讲，了解天然气嘅开发事业，了解素材系当好。不过，呢就会多做咧好好问一下，强用伊个气味。到底啊，了解藻礁经过安多年的分担模拟地把我们有动多个研究的量能都集中在这个区块的时候，才好像打开了一道神秘之窗，看到了更多属于我们台湾珍贵自然环境给我们的东西。不看不知道，越看才知道越多。那时间就是重要。如果你莫落去保护下的好做研究，可能就失去了理解的机会。所以你得看到底藻礁用来就重要，用来就性嘅发现。吳태芳上個場係老師社會研究南方數位基中，也係中研研究團隊喺台談澳大古早發現國際方強強做乜嘢嘅副總講啥嘅15係可以用食物鏈清淡空嘅從事者控制嘅可以用嘅生態平衡，看到講啥就對台談澳大古早有幾豐富嘅食物。懷孕的這個時間，高達大概8個月到9個月的這個幼鯊，隨便找個地方就生出來，所以它一定是經過長時間這樣子的一個選擇。它會往洞裡面鑽。也看到慢慢的天同嘅生活係珍貴嘅物種，小橋道菜可以起。俺不是頭去睇探看野生態，有民眾看到佢，也未記頭一擺睇台灣本島本人看到。南灣環球國內一級保育類財產都比空山湖，造成都古生態也大白。藻礁其實它就像強力膠一樣 ，OK， 那它專門在粘東西的，只要藻礁能夠生長，它慢慢就被包裹在裡面，它就變成藻礁的一部分。了解澳大古早嘅好在韓國今年冬年底台談澳大古早嘅商業海岸係怎樣其中嘅素材。各種種類的短獎蟹都是那個礁岩獵食性的魚類的主食，這個生態系撐起很大量的短獎蟹，然後為什麼那些那個魚要來這邊棲息，最主要是這裡有很多的食物。也貴太片呢，講嘅澳大古早海岸，現時係見證中油愛傳統喺亞洲第3片人機接觸站受到影響。雖然中油講工業區開發的面積已經對本地嘅232公頃所減咗23公頃。不過環保團體行起小片呢，澳大古早係遇到強做為馬蹄嘅生活構成嘅素材，所以環境有得改變，都會破壞整個嘅生態。本来没想到都了解看起来是相对荒僻的这个海边，实际上就按个发现潘先生，虽然讲我家研究中油公司改变，从一块是讲
掠片完全无嘛个生态啦，唔是讲该报每呢掠几年，确实七个也是委托顾问公司在做研究，也确实新讲哦有了解，请问你遗留了个观察吼，你个台谈提起了解生态个丰富。它的之丰富程度到哪？看看最近2几年又有来到下起多东南的个新发现。学者在去年大概是6月的时候呢，开始来帮忙大潭藻礁。陈昭伦博士就是中研院生物多样性中心的研究员，他一来很快就发现了一级保育类的柴山多杯拱珊瑚。那有一位螃蟹专家叫做刘洪昌博士，他过去对桃园藻礁呢都不认为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它工业污染其实还蛮严重的。它表面看去就黑黑的，然后桃园又是工业大县，污染很严重，所以他不认为这个地方值得他来调查。那柴山多杯拱珊瑚出现了之后呢，他赶紧来找我们，特地来连续做了3个晚上，一次大潮的时候呢，他做过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走遍全球上万公里的海岸去调查螃蟹。我也在我们的垦丁潮间带蹲点了20几年，但是我要说，大潭附近海域的蟹类的丰富度，远高于我们垦丁的潮间带。热带海洋生命最旺盛的地方，结果我们还超越它。对，它是国家公园被保护的，是我们这边被污染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的蟹类丰富度是指它的数量和种类都远高于它，你就可以想到说。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神秘，它一直没有被研究、被发现，所以现在呢，你就不断的发现到它有新的物种出现。因为东海大学的刘少伦博士，他说他到了那个地方做了一个采样，一个小小的区块就发现了4个世界新种，其中还有2个世界新属的壳状珊瑚藻，就是藻礁的藻类。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是这么的神秘，是因为大家从来不关心它，可是它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它就是值得我们保护下来，而且可能是为将来成为我们灿烂的台湾之光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景和生态系。那边海边的物种这么多，它象征的跟这个藻礁之间的关联，是不是藻礁提供了可以孕育这些丰富物种的一个温床？没错。因为多孔系的环境，包括像珊瑚礁、藻礁，它就是海洋生物的育婴房。是我们桃园有2个渔港，一个永安渔港，一个竹围渔港，他们2个叫做近海型渔港。这些近海型渔港，它就是捕捉附近海域的鱼。这些附近海域的鱼哪里来？就是藻礁提供的。如果不是有藻礁，这2个渔港不会出现。那我们有东港啊，像这些是远洋渔港到远海，他们是近海型渔港。所以藻礁造就了我们2个渔港，当年呢收获都非常丰富。可是现在很明显，竹围渔港呢几乎没有渔获，因为北部污染了。那现在永安渔港呢数量也大概只剩下1/3多。如果现在再经过这个破坏，我都很担心我们永安渔港的渔民呢，这些可能也要。不知道要怎么样求生活了。明白，所以那个西推个锦埔棍岩个龟山不挑狗可能在开发案看到的只是一个开发的工地，不过呢，现在会更想要去了解那个工地它原本的面貌是什么，所以他们也提出了这个友善的策略，想要。规划跟藻礁永存，虽然他们是做这个能源专业事业部，可是他们也愿意为生态做礼貌的退让跟永续的和谐相处。这个部分有可能你们还成立了一个环境保护跟生态保育处就是一个专责的单位，而且是不是也在前几天就成立了这样生态保育的执行委员会，甚至有一些筹备的章程，将来可能有一些运作，可以谈谈这个部分，你们怎么做保护藻礁这件事情吗？容我这样来说明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中油公司已经把那个原来的环保处把它改名叫做生态保育处，但名字改当然是小事情，重点是我们在里面要增设一个生态保育组，我们要增设一个副处长级的，那将来就要负责，包括当然不包括观塘这个案子，整个全台湾有关于生态保育的工作都会在这个地方来规划、来推动执行。那更重要的是针对观塘工业区的部分，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观塘工业区港的一个生态保育的执行委员会。那就如同主持人讲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积极在进行，我们要履行我们的承诺，就是在通过之后1个月内之内把这个执行委员会
建立起来。好，那这个咨询，我觉得你们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像潘老师啊，然后我们的中院应该都要加入吧？我们一定会邀请里面的成员，也包括专家学者嘛，包括公民团体。事实上，我们董事长也亲自邀请潘先生来加入这个筹备会，包括将来的咨询委员会。是哦。那我想请教，当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是工程决定先行，还是环保这个生态保育咨询委员会的结论先行呢？我想这两部分其实是并行不悖了哈。依照万一他如果说他建议这个开发的小步骤会影响到破坏生态，他的决议是就像我们的环评大会一样，决议是不通过，那这样你们工程部要做吗？对，我们当然就会把我们的所有的一个保育措施尽速的就提到这个生态委员会去讨论哈。所以这个好像就是呼应某种就是有开发才有管理跟建设这个问题，我先请教中岳了哈。现在有种说法是说，其实国家的预算也没有太多钱，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这次开发案的争议，好像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大潭的藻礁，所以甚至也不会有什么研究经费跟量能。那这次中油企业在这边要准备做开发案，它秉持着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投入预算，还成立这个委员会来执行这个积极的管理。某种程度，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对生态反而是好的表现，你是这样看的吗？这确实哦，我们国家对于这种环境生态的基础调查，又或者是对于很多文史这种地下遗址的调查，其实整体的经费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是因为有开发案去做的调查，才发现那个地方很珍贵，那个地方有文化遗址。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个人从事环保运动比较长时间，在过去这个苏花改的新建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通过了环评，然后成立了一个苏花改的监督环保小组。那最后能做的事情呢，大概就是在开苏花改的施工便道里面少砍几棵树，因为它大体来讲是要完成这个工程的嘛，因为这个是环评通过的结论，要完成这个工程。在过程当中，对啊，确实对环境相对友善一些，可是它是要在一个完成这个3阶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对环境友善。所以当然有心成立这件事情，我们也认为是好事啦。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跟那个保育的基本观念，因为保育的概念就是这种地方不应该建，可是这个地方是建的这过程当中如何减缓环境影响，这2个思维是不太一样的。嘉伟，关于这个话题，你有没有想补充？对，在这边的话，我们就会在从这个关爱3阶这件事情开始的话，我们认为说，它应该要引领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台湾的天然气到底需要多少，而这些天然气又要靠哪里才能够去供给？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整个天然气的供应规划里面，在这一段时间讨论，大家只聚焦在2025年。那我们看到那在最新的一个资料里面有显示到已经有提出2030年的规划，但2030年之后呢？因为我们天然气一个接收站盖下去的话，它整个使用的寿命至少是30到40年以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有一种长期性的思考。所以嘉伟现在提点到一个是能源布局，而这个布局不是现阶段短期的，是要放长线来看的。所以说，刚刚我们的副执讲到，就是因为现在政府要来解决这个空气污染问题，想办法、想方设法的，一定要用这个煤油去燃烧，就是烧煤啦，你哈嘎法讲烧沙台，用改那个填充这个排放。PM2.5的这种大厂的这种比例一定要降低，就是要让天然气上来，这是现阶段就是要看到大概部分。不过我们想要问的是，这个天然气啊，真的是可长可久吗？这个问题我们先看完一段影片，回来继续请教您好吗？那都款哈不改两团新闻报道。既然经济部已经经过仔细的盘点，那经济部也已经同意停止新建深澳电厂，那行政院也支持。3月初8，管同案通过反批。3月12，行政院总来前的宣布媒体直播天窗，按他嘅政策改变，受到环保团体嘅争议。政府嘅决策点点兜兜，人民唔对用改善账好。我感觉民进党执政党伫这段之间造成台湾遐大嘅一寡纷乱，我想执政党要负较大嘅责任，同步串联，和台湾应重视台湾。这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空污的困难。103上海造，救藻礁反深澳，救藻礁反深澳。面对政府态度夹到不满，韩国夹个累积嘅问题，环保团体这边嘅意思，提太先前大概礼拜2日都有反空污有行拜通。这边嘅初3行上扩大嘅难态度，诉求係叫俄羅斯反深澳。这边嘅12去到高雄，要求要減少沙灘保護好嘅空氣。這邊嘅18，前幾前簽一的8月
系喺台中的机行反恐怖决战中台湾。不过，苏古俄罗古萨嘅发通已经陆续举行。今年双十国庆，有民众喺桃园市政府头一摆自家举行嘅升旗典礼后，为俄罗古萨来发声。希望大家保护桃园早教。这4年来，我保护早教的这个用心跟力量，超过抗议人10倍以上。那我想，对生态如果有所破坏、有所冲击，那么我们会在将来这个工程的审查的时候，用这个生态的角度来加以监督。我们有抗议，我们是因为我们爱桃园，他爱这片土地，我们也爱这片土地，希望他能够救保礁。对桃园市长讲法，反驳团体董正义，因为4年前急忙送进家下，就是验证我保育俄罗古萨，则全无做到，也喊政府喊卡政府唔得。故作决定我从年起来由北东南来举办游行。发起新318运动，而讲出家头不满，为政府谈到家头的想法。来看到蔡英文政府记得送验了后提出了所谓的2025年为废核加燃哦。看到将来的这个发电的配比，我们希望国家做到的是燃气，就是燃烧天然气有50%占一半，再生能源这种绿色能源可以来到20%。那燃煤呢，这种会产生大量 PM2.5，会造成空气恶化的这个因子一定要大大的降低到30%。那我们看到核能发电已经没有核能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是非核的家园。那我们再来看到一张最新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你台湾该发电结构哈。我们刚刚看到我们未来政府的目标，其实2025年离现在快了哈。现在的燃气的这个比例呢，大概是35.6%，45%算36%好了，将来还有14%的成长空间。今天我们聚焦讨论的就是天然气的这种发电供应的方式。你中优共识改那个推标，副执行长是提到了，就是因为要来满足这个政府推动非核家园的这个目标，所以天然气发电的供应跟一切基础设施的构建是非常的迫切的，现在要马上来做。我们想要问的是，2025年这个燃气要达到50%，是永久的都要维持燃气50%的比例呢，还是将来我们的再生能源这几年成长速度相当快，不管是你挑能板，还凤梨，还其他狗东盖发电，都是我们在追求。我想问的是，我们本来就是在目标追求再生能源是越来越成长，那再生能源成长了，燃气还能永远维持在50吗？假设如果它不是维持在50，而会搭配再生能源的成长而做修正，那我们现在第三阶了哈，要做这么大量体到将来到600万公吨的这个储气槽。这个超英赶美的速度是必要的嘛？这个部分我想先请嘉伟好好跟观众来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评估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天然气的需求量至少要达到2354万吨以上，这是几乎是比现在几乎多了1000万吨以上。是，但是问题这2354万吨真的是只能靠。一定要靠第3接收站设在关塘，我们才能够供给嘛？这都是不尽然。如果我们用整体性的去思考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天然气的接收站的扩增规划里面，不会是只有一个关塘第3接收站，我们还同时还有其他的嘛？台电也有啊。对，台电也有，中油自己他们在既有的接收站里面也要扩建。所以，我如果说同整上面去计算的话，我们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算是没有第3接收站，我们其他接收站，我们让它能够如期的都能够按照整个时程能够上线的话，我们的整个供气量还有2670万吨。所以你的眼界是以整体来看？对，我的整体来看，就是说我们的整个供气量的话，还有2670万吨，这个的话就会高于我们2350万吨的需求量。所以看起来的话，我们好像就算没有3接，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一个可以满足我们整体的需求。对，这本来的目标。但是这个总量来讲的话，我们就需要搭配的是，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调度，你台电跟中油中间能不能有做某种程度的整合，才能够去作为一个用整体调度来去作为一个关键3接的替代方案的思考。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用长期性的分析，因为我们目前看，如果按照我自己的估算，我们其实台湾有提出一个法定的目标，就是我们2050年的时候，我们的排碳量要比现在减少1半。
对，所以要减少一半的话，你不只是要无煤，你的天然气的需求量都要下降。所以按照我的规划来讲的话，按照我进行的估算来讲的话，我们大概是天然气在未来10年到2035。未来20年，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的需求量会持续增加。但是到2035年到2025年之后的15年之间，我们又要再急速的消减。所以天然气的发电占比就会往下修正，就不是50%了。对，就不会是50%，那可能是会降到，可能会要降到30%，以30%以下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我们目前谈出来的减碳目标。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会变说，那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要扩增这些天然气，他们很有可能他们在2050年的时候，它是不需要使用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选择说，那我们的天然气在设置的接收点里面，哪一个才是有最低的生态成本，而不是只在想说，那我们这个短期里面谁能够供应，而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长期的面向一起纳进来思考。是，在请我们的父子回应之前，我请另外一个地公的父子，你也来谈谈。其实如果说到2050年，将来这个天然气的发电占比是35%，那不是跟现在一样吗？所以这10几20年间，这个好辛苦的兜兜转转的一圈，盖了一个那么大量体在这个珍贵藻礁上面，这个必要性确实，我们目前的规划基本上都是算到2025年之间要达到这个20、30、50的比例。可是2025到2050年之间，确实有一些减碳目标，但那个详细的一些东西其实还没有那么清楚。可是，在达成减碳目标的过程当中，确实天然气的这个量，它是我们这样能源转型的东西，其实政府也都说，天然气作为一个能源转型的过渡也代表说，这个过渡期间我们需要有多少的建设。那我们知道嘛，接收站跟发电厂它是2个不同的设备，所以现在也常常会说，今天中油做了这个3阶之后，还有128万吨的这些天然气还没有找到这个发电的机组在哪个地方要增设，所以在整体的这个规划来讲，一来是我们用电的需求有多少，这个其实用电需求目前估计到2025年之间，其实整个的备用容量率大概都可以拉到14-15%左右，其实是还蛮足够的。那供气的需求就如同刚刚现在荧幕上这张图一样，确实会有不同的一些个问题，但是调度会是一个主要的关键。我们要如何把这些天然气的东西准备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之间既有的设备之间做调度，不要说我盖了一个大概就十几年要用的东西，最后盖这个地方，除非要转型。我们现况下这个煤转气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是在燃煤电厂里面新增燃气的机组，把燃煤的机组给淘汰，在一个厂区内同时进行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的电厂它是要故意扩充啊，像这个高雄新达的更新，它就是扩充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盖新的建设，都要想到它接下来得转型。是，我要盖在藻礁的地方做接收站，大概可能用的10几、20年、30年，大概在2050年之前又要再转型成下面的发电的一些模式。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要讨论那必要性，为了那20年要撑过去，有没有其他可能不见得一次可以300万吨，但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可行，纳入这个替代方案的评估。所以刚刚也才希望说，其实中油不管环评有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那如果它真的停下来的话，其他替代的东西必须要赶快拿出来，才能去过这个过渡期。那过渡期过了之后，其实往再生能源去发展，才是一个台湾能源转型长治久安的一个方向。我们已经投资了这么多，也准备要做，然后也有这个一定的政治正确性，因为我们国家就是要这个非核家园。所以父子，你可以来聊一聊嘛。其实如果说从整体的考量公司的永续经营，然后我们现在有台中，也有高雄的永安，那事实上我们已经都建筑在那边，2、3期的扩厂，或者是说就原地的这种接收站的这个量能，再把它升级提升，因为现在大家技术都很好，这是有可能的吗？那刚才提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能源转型，能源转型基本上，你如果从经济部它的规划，其实包括刚刚那个什么，有些什么时候要上来，燃气基础上来，有些燃煤基础下去，其实它是逐步发生的，并不是一下子我们讲说一下跳到2025年，一下跳到2050年，这样看的话，这样看的话会 miss 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第3阶站，其实它的供应目标就是符合112年的时候，大同电厂它要供应北部电力的需求。如果你这一块不见了，那这段期间可能北部供电就有问题。所以短期是短期，可是短期有其必要。基本上它还是逐步这样建构上来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都很重要，都有新的基础上来，你都要去供应它，燃气基础都会上来，所以这个是应该长期来看。那至于说它那个赵博士他很关心的就是说，哇，现在投资这么多的
基础设施，那将来闲置怎么办？其实如果是以我们国内我的了解啦，我们的尖峰需求也许就是比如说到23、240000-2300万、2400万。那将来如果是再生能源一直上来，那可能的比重会下降哦。也许尖峰是这样，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总体的设施。我刚刚其实一开始我们提到过。我们台湾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基础设施，纵然到2025年了，我们那个时候的设备利用率只是降到87%。其实相对于日韩或者是中国大陆来讲，或者是其他很多国家、欧美的国家，其实他们都是30到50%。它其实它设备利用率还是偏高。纵然说将来我们这些设施都完成之后，我们的天然气进口量、使用量逐步的降低，其实应该只是说，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准。这个而且到那个时候，其实那些硬体设施本来都是很关键的，并不会什么所谓的设备闲置的问题，它只是把那个设备利用率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准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追求的目标，其实是先着重在这个短期供应，用我们现在原有的厂址再来扩产。有没有可能？现有的厂址扩产，其实我们都有在规划，包括我们的永安啊、我们台中啊，其实都有规划。但是他们的供气目标都是北中南。其实我们今天看的都一直在讲大潭电厂，其实不止大潭电厂，其他的机组，包括台电他自己规划。那在南部也很多，像兴达电厂，它也是有兴达电厂也有新的燃气机组上来。所以我们永安接热站也要配合去新建除草啊，相关的气化设施啊，这个都有在同时进行。那这些都是北中南，它有各个供气目标要去符合，要去供应的。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北中南它虽然那边地方将来扩建完成可能会多有余量，不要忘记了，那是在南部。那我们希望还是说将来就是达到分区供气，北送就好了，不要南气北送。对。好，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中油公司这边负责的意识啦，就是说这个。中部跟南部的这个接收站的这个设备利用率呢，都已经是超出的在使用了，已经用到不能再用了啦哈。那加上这个区域输气的原理哈，所以在北部还是这个需要大潭的这个第3天然气接收站。那将来呢，也不是因为考量说这个沉没成本的问题，说我已经投资那些舍不得，所以我就要继续把它硬着头皮做完，倒也不是，它就是有它现阶段一定的这个阶段目标。那针对这样子，中油公司说的好像听起来也合情合理。那潘老师。今年2月1号，经济部长已经表示说，3阶现在做也赶不及大潭电厂8号机组2022年的需求，那又拖了半年多的现在，我们看看2022年是一定来不及，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中油呢在自由时报做的业配，9月24号呢，他们有一个叫做谣言终结战，他还是说，如果3阶没有做的话呢，会赶不及2022年7月。大潭电厂8号机组的需求，这就很荒谬。更重要的是，他说，如果这个没有做起来的话呢，我们将来那个电力呢备转容量率会只达到8.9%，没有办法满足10%，10%是现在他们希望的法定的。那我就想，如果只差1.1%，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中油、台电、经济部有没有在这样的可能之下去跟国人讲说，我们全国为了藻礁来节省1.1%的电，好吗？如果可以这样做，是不是显示我们国家领导人有远见、有智慧呢？我相信全国人民会努力节电来保护藻礁，甚至呢，我们可以节出2%以上的电。这个才是一个我们期待的贤明的政府的做法嘛。现在呢，我们现在实际上大概备转容量率8%，其实就经济部长说6%就够了。那现在就够啊，8.9%也够啊。为什么还要买藻礁？这真的是我们不了解的地方。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国民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节省能源，要好好用电。你看，我们如果不省那1度电，原来破坏会影响到不止我们自身，其实整个环境都会有影响。好。那个开发完也已经通过了哈，那中油讲明年、4年、5年就会开始来走了哈，这个好像看起来是施工在即，这没办法拖，这整个时程就是这么赶。时间的关系，最后请中岳短30秒，针对这样子的案子做你最后的结论，今天的结论。我觉得其实在这个3阶过程当中我们到现在还是觉得中油的相关的替代方案这件事情还是得做。
还是得做，因为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的可能性。那当然，如果在其他做的过程当中，如果能保全藻礁，这个事情是我们最期待的。那当然，我刚刚提到，就我们其实诉讼也正在进行，就刚刚讲环评过程当中的一些疑问啊，所以其实某种程度节能节电这件事情，对于整体能源转型来讲，可能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要务。但是我们还是得要有电。有电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兼顾到整体环境的这个保育，这件事情是格外重要的。所以我相信，其实更多的民众一起来关心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些节电的措施，同时监督整体国家的这些，不管是台电中有的能源开发计划，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源转型的过渡期间，能够大家一起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使得我们国家能走向一个再生能源好的方向，这件事情是我们最期待的。好，非常感谢中岳哈，也感谢所有来宾今天的参与。今天出面台湾嘅讨论超多咧，了解大家嘅资源，大家就談清楚咧哈。非常感謝大家收看，呢下個禮拜再會了。